你有冇試過同屋苑幾百個街坊辛辛苦苦籌備咗幾個月，收集晒聯署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想喺業主大會上面炒咗終日唔做實事嘅自私法團呢？開會當日，你見到現場坐滿晒群情洶湧嘅街坊，心諗今次人數壓倒性實贏啦。點知去到投票嗰一刻，個業主冷笑一聲，喺台底搬出個紙皮箱，話入面有幾百張嘅業主授權。結果一開箱，你哋現場幾百嘅人嘅反對票，瞬間就俾呢幾百張嘅神秘授權書徹底壓倒。法團高調宣佈連任成功，你哋幾個月嘅心血，話咁快就付諸流水啦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片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，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，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用行內嘅專業角度，幫香港業主拆解屋苑成日遇到嘅物管同埋維修大坑，幫你保衞最寶貴嘅資產。想學識點樣唔再俾人當水魚，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，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。好，我哋講返正題，點解個法團做得咁衰，我哋都永遠換唔走呢？答案就喺3個字度：授權書，英文叫 Proxy Form。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附表3，業主可以以書面授權一位代表出席大會兼代為投票嘅。呢條法例原本嘅心意咧，係方便移咗民嘅業主，又或者返工開唔到嘅業主去行使嘅。但係現實中就會變成某啲法團咧，用嚟無限連任嘅制度漏洞啦。不過大家唔使灰心，因為政府喺舊年2025年7月已經正式落實咗2024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。新例大幅加強咗對小業主嘅保障，包括完善授權書嘅管理制度，規定法團必須妥善保管所有 proxy 至少12個月，方便大家查閱。更針對大型維修等重大嘅事項，引入咗親身投票嘅門檻。今日我作為物管經理，首先同你撕開行內最常見操縱授權書嘅3大黑幕。第一招，小恩小惠，專攻長者。每逢改選法團或者表決大工程之前，管理處或者現屆法團成員就會逐家逐戶拍門送禮，特別係多老人家住嘅屋苑，佢哋會同長者講：公公婆婆啊，下星期開大會會好嘈好嘢㗎，你簽咗呢份紙交咗俾管理處未啊？定係你想我哋幫你搞掂佢？老人家可能為咗啲小恩小惠咁就簽咗，根本唔知自己將個決定權拱手讓咗俾人。第二招，留白授權人。好多業主自己去唔到，就隨隨便便將 proxy 放咗入去管理處個收集箱，但係大意留白咗受委任人嗰姓名欄。呢個舉動係極度危險嘅。法定 proxy 表格係有指定嘅格式，你留白咗之後咧，如果經由一啲唔中立嘅管理公司回收，現屆法團咧就好容易喺後台填上咗自己嘅名，直接將你嗰一票變成支持佢哋連任嘅鐵票啦。第三招，製造死無對證嘅影子票。某啲法團會睇準一啲長期長居外地、海外或者空置單位嘅業主，利用佢哋唔會出席大會嘅盲點，自己印製或者模仿簽名去偽造授權書。反正真正嘅業主係唔會出現，呢啲嘅影子票就可以喺後台瘋狂地變成佢嘅贊成票啦。話你知，呢一類嘅行為一旦被證實，就已經涉嫌觸發咗虛假文書罪。好似喺2023年轟動全港嘅黃大仙翠竹花園法團改選案咁，當時嘅現屆法團同管理處俾大批街坊踢爆，喺大會收集到1000幾張嘅授權書入面，竟然有好多張嘅簽名同物管記錄係完全唔吻合嘅。核對過程直情係隻眼開隻眼閉，一班不滿嘅街坊最終入稟咗土地審裁處，法官審視晒所有嘅證據之後，一錘定音，直接裁定嗰次嘅法團改選同議決係完全無效嘅。有呢個經典嘅案例做後盾，大家就知道法律係企喺講證據嘅業主嗰邊啦。既然黑幕咁深，我哋普通街坊係咪只可以坐以待斃呢？當然唔係啦。
今日我教你3招反擊攻略，全部係有新法例支持嘅。第一招就係親身出席授權即廢，呢個係最強嘅法律武器。根據附表3規定，不論你之前係唔係收咗你迫於無奈簽咗嘅授權書，只要業主喺開會嗰一日親身出席大會，喺登記處領取投票紙，你之前簽嘅授權書就會喺法律上即時失效，一切就會以你親身投票為準。配合埋新修例嘅大型維修親身投票門檻，現場去嘅街坊越多，法團枱底大半箱嘅 proxy 就瞬間會變成廢紙。開會前夕記得逐家逐戶叫醒老人家，我陪你哋一齊去開會，攞返自己嘅投票權。第二招，充分利用24小時公示清單。法例嚴格規定，法團秘書必須喺會議前最少24小時喺屋苑顯眼嘅地方，例如大堂，展示收到授權書嘅單位清單。你哋一班街坊一定要組隊去查。舉例咁講，隔離陳生明明移咗民，點解會有 proxy 嘅？3樓單位明明租咗俾人，海外業主又點會授權就俾法團呢？一旦發現，即刻通知海外業主出書面聲明否認，並且要求管理處立即報警調查虛假文書。呢招一出，法團通常都會亂晒陣腳㗎啦。第三招，嚴格執行48小時截止同埋核實。法例規定，所有授權書必須喺開會前48小時交到法團秘書手上，1分1秒都唔可以遲。開會當日，街坊記得要派代表提早去點票處盯緊登記過程，要求核實授權書上面嘅簽名同物管記錄嘅業主簽名係唔係相符。只要你表現得專業，搬出土地審裁處嘅判決先例，管理處同法團就唔敢亂嚟啦。喺香港經營屋苑，法團就好似一間公司嘅董事局一樣。如果你放棄自己嘅權利，隨便簽授權書，就等於將自己幾百萬嘅資產同屋苑嘅財政大權拱手讓人。面對住唔公義嘅法團，喺現場嘈喧巴閉係冇用嘅。你必須用精準嘅法例同條文去同佢哋鬥智鬥力。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最近準備改選法團，又或者你懷疑有人喺度瘋狂唔合法咁樣收集授權書，歡迎你哋喺下面評論區留言，寫低你哋屋苑名、情況，又或者係具體問題，我會用我嘅經驗盡力幫大家提供反擊策略。下一期影片，我會繼續為大家拆解屋苑管理另一個謎團——管理費加價之謎。點解明明屋苑經常赤字，管理公司依然可以年年加管理費呢？等我教你睇穿物管合約入面經理人酬金嘅致命陷阱。想保衛你最寶貴嘅資產，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啊！最後，我都要同大家溫馨提示一聲，雖然我係用行內嘅經驗幫大家拆解黑幕，但係每棟大廈嘅公契、過往嘅會議記錄同埋實際情況都各有唔同。今日嘅分享係屬於一般教育同埋資訊參考。如果大家屋苑正係面臨具體嘅法律或者換屆糾紛，記得一定要諮詢合資格嘅律師，或者向民政事務處尋求獨立嘅意見。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